Hello，早晨啊！咁咧就今日係週末，咁一週入邊咧，我都會安排1到2日係休息嘅嚇。咁因為我哋做地產經紀，其實平時都好忙，咁但係咧總會揾一日咧嚟叉下電嚇。咁咧就會做自己中意做嘅嘢，等到咁我哋工作嗰時會更有活力、更有創造力啦嚇。OK， 咁我自己咧就比較中意做 gym 啦。或者係睇下書啦，咁或者係練下我自己好耐冇練嘅古箏啦，真係好耐啦。咁因為做地產呢一行咧，就時間唔係自己定嘅嚇，咁都係會走翻啲客戶。但係無論點，我都會一週會揾1日嚟調整一下自己，即係休息叉下電咁樣。咁今日咧就會去湖邊度跑步啦，因為我住個小區亦都比較近嗰個東湖公園，湖邊個公園嚇。咁一般跑一圈咧就3公里，咁2圈咧就6公里，咁2圈咩都搞晒啦。咁陣間咧就帶大家去感受一下我樓下個東湖公園個環境啦，同埋跑步咧，我覺得真係舒適嘅。OK，Hello， 換好裝備嚇，落到樓下湖邊啦。俾大家睇睇我哋呢個湖邊，整個東湖公園咧係有基本上環繞圈咧就有3公里嘅嚇，大家可以睇睇。我將鏡頭轉俾大家睇睇先。咁呢度以湖而起咧就有幾個盤，所以咧端州區東區嚟講，呢幾個盤咧都屬於係比較高價值嘅盤嚇。OK， 嗱，轉個鏡頭俾大家睇。而家因為週末啦，我哋咧好多市民都一家大細過嚟湖邊玩啦，甚至喺湖邊唱起露天卡拉 OK 啦。咁當然啦，就週六日如果係唔係休息時間咧，都係冇問題嘅，只要唔好擾到民就 OK 啦。咁個湖面咧就好舒服啦，而且咧我哋見到呢個呢個咧就係最經典嘅七星岩嗰個臥佛含丹啦嚇。如果當我哋夕陽落嚟嗰時，啱啱好到呢個好似成尊佛咁瞓喺度嚇，見到嗎？跟住咧啱好個夕陽度咧就好似臥佛含丹咁，都係一個著名嘅景點嚟㗎。咁我哋呢個湖咧都可以睇到部分嘅，好舒適係咪？嗱，呢度咧就係恆魚城商圈啦，我之前有介紹過，亦都好多人睇到啦嚇。咁咧就都係臨呢個湖嘅。咁我就先行一片帶大家睇。陣間我自己先跑下，因為跑咧就拍起嚟就可能冇咁好啦，即係鏡頭會喐噶嘛。嗱，我哋見到啦，喺市民喺涼亭嗰度咧，有捉棋啦，有休閒啦，有帶小朋友玩啦。其實我哋內地而家長者一代嘅個生活嗰個比較豐富啦嚇，大家都可以退咗休，選擇自己過嘅生活。選擇自己中意嘅方式生活咯。咁咧就喺嗰邊湖邊咧都有人喺度垂釣啦，同埋呢邊咧好多人咧喺度露營啦。陣間我哋行過俾大家感受下我哋呢邊週末時嘅休閒時光。肇慶東湖公園係位於肇慶端州區東部，咁係一座集休閒、娛樂、運動、文化等多功能一體嘅城市公園啦。OK， 嗱呢度咧就係恆魚商圈啦。其實恆魚城呢個咧後面就係住宅嚟嘅。咁其實2個盤嘅喎，呢邊咧海逸嘅。咁海逸咧會有別墅區同埋洋樓啦。恆魚咧都係全部洋樓加埋一個大嘅商場嘅。咁呢2個盤當時咧都係8000起步㗎，冇批。咁而家就唔止啦，而家買1萬幾。咁海逸廣場更加貴啲啦。海逸廣場當時係呢度嘅應該屬於係比較高端嘅住宅嚟㗎啦。喺呢度同大家介紹下基本嘅概況啦。咁佢嘅規模面積咧，咁總個東湖公園嘅工程建設規模佔地面積大概係939畝，咁其中湖面面積咧就563畝，咁其他嘅用地面積係376畝。
喺2017年1月就對外開放嘅，咁到而家就8年9年左右噶啦。咁佢個地理位置主要係星湖大道以北、燕都大道以東、南塘四路以南嚇。咁大家見到佢自然景觀咧，有分好多個區域啦，譬如有親水平台啦。目前開放嘅親水平台有分2個片區嘅，咁整個環湖體系咁都可以喺呢度親水平台度欣賞到美麗嘅湖景同埋周邊嘅風光嘅。咁入邊仲有一條紫荊花道嘅，咁紫荊花道咁當有花期來臨嘅時候，紫荊花亦都競相開放啦，亦都係成為公園內嘅一道亮麗風景。咁但係綠植咧會變嘅嚇，咁佢會隨住天氣或者係一個環境嘅需求會改變種嘅。譬如話呢期時咧做比較多嘅就係一個黃風鈴啦，都有㗎。OK， 咁大家睇到公園入邊咧會有主要係以紅棉啦、洋紫荊啦、鳳凰木啦、雞蛋花等10多種嘅灌木啦而組成嘅。咁但每逢週6日咧就會特別熱鬧啦，一家大細就會過嚟呢度休閒帶小朋友喺度玩等等咁亦都會喺度除掉啦。咁事實上政府就唔俾除掉嘅，但係都會有啲市民忍唔住喺度偷偷地除掉咁我哋見到廣場啦，公園入邊亦都係大大小小建設咗6個大小不一樣嘅廣場啦，總嘅建築面積去到12350平方嘅，咁亦都可以供市民喺度跳下廣場舞咁開展下啲小型活動都 OK 嘅。咁大家都見到有啲橋啦，叫做漢白玉石拱橋，咁咧有2-3座啦2座大嘅漢白玉石拱橋，咁映襯住綠水清清、古典優雅，咁又係都可以喺橋上欣賞周邊嘅湖光山色同埋城市景觀嘅。咁仲有一個咧公園咧，亦都會有一個健康主題公園啦。咁2018年咁肇慶市會喺東湖公園重建咗一個健康主題公園，咁亦都有健康主題公園嘅標誌、健身區啦、健身步道啦，同埋指示標誌啦，同埋一啲健康知識嘅宣傳欄組成嘅嚇。咁整個湖大家有冇發覺其實加咗好多紅色嘅元素咁亦都其中有一個元素就係周期鑑公園喺東湖公園入邊加咗個紅色嘅主題元素嘅嚇。咁周期鑑亦都係我哋革命歷史嘅一個紅色嘅英雄故事啦嚇。咁亦都係以佢嘅紅色展覽英雄故事為主題嘅雕塑等等藝術形式，咁亦都係展示咗一個英雄嘅一生嘅革命事蹟啦嚇。咁咧就係呢一個主題喺另外一邊嘅，咁我就冇行過啦，咁我就繞湖行，咁拍俾大家睇。OK 嗱，啱先講啦，好多大大細廣場，我哋呢度嘅退休姐姐哥哥們咧，就喺度好多活動啦。譬如呢一班姐姐哥哥咧，就喺度灑劍啦。咁 OK， 左手邊咧，我哋行過，亦都係一個恆裕城嘅商圈啦。咁我哋有一個門咧，喺度直接咁行上去嘅。咁呢度直接行上去咧，在恆裕城下面一個商鋪。咁咧呢度有一間叫做 Bank Coffee 嘅。咁呢一間我哋係經常喺度跑完步啦，或者係騎行完咧，就喺度飲杯咖啡嘅，OK 嘅，都不失不過啦嚇。咁咧就可以行過去咧，就係其實呢度有個大型嘅停車場，呢個停車場係免費嘅。咁大家亦都可以散步完，可以過我哋恆裕城呢個商圈上面飲茶，之前都介紹過啦。好啦，咁亦都拍俾大家睇呢度嘅黃風鈴景色真係非常之宜人。咁由於呢度景色好靚啦，
咁亦都引嚟好多小市民嚇，即係我哋啲小朋友咧過嚟呢度寫生嚇。行過去睇睇先，其實不足為奇嘅，因為我哋呢邊經常無論係影相啦、拍片啦，喺度寫生畫畫啦、露營啦嚇，各種嘅呢種休閒嘅形式都會選擇喺呢個東湖公園，因為景色實在係非常之優美。睇睇呢個小畫家畫緊咩呢？好啦，上緊底色 ，OK， 唔錯，加油！咁繼續行啦，我哋行過呢邊咧，都見到我哋紅色嘅一個小橋啦嚇，一個長橋咧叫做，大家可以欣賞下我哋呢啲連廊長橋。咁湖中咧亦都好多野生魚啦，所以咧亦都吸引咗唔少垂釣人員喺度垂釣啦。當然政府係唔俾嘅，但係總會見到有少部分市民忍唔住喺度垂釣嚇，咁亦都見到啦。其實釣到好多魚噶。咁為咗整個生態環境，我真係唔建議咯。OK， 我哋行過另一邊咧，亦都係一個家庭共樂嘅好時光啊！呢個環境啲樹木比較茂盛啦，咁而且呢度比較陰涼啲。呢邊咧仲有個蕩千秋咁啊，所以咧亦都吸引咗好多小朋友過嚟呢邊玩啦。同埋選擇喺呢個露營都唔錯㗎嚇，一家大細其樂融融，睇見咁靚嘅風景，係咪？好啦，咁帶大家行多一圈啦，咁我都準備跑步啦。咁跑步前咧，咁一定要做拉伸同埋我準備運動啦嚇。咁通常我都會做5分鐘嘅拉伸運動嘅。咁因為身體要俾一個信號俾佢知咧，就係我哋準備去跑步啦。首先咧，我哋肩關節將手搭喺肩膀啦，攞手肘畫圈，呢個咧就係要360度極限嚇。咁前面畫5圈，後面畫5圈。咁我今日做嗰個運動咧，就係我每一次去運動前都要做嘅。咁上肢咧，咁充分運動到啦。咁大概做5分鐘就準備運動啦。咁我開始跑噶啦。OK， 咁先開始跑步啦。咁帶大家今個週末帶大家行咗我哋呢個東湖公園啦。咁希望大家未來日子永遠都係美景常伴嚇。好啦，開始跑起嚟啦！生命在於運動。咁祝大家健康快樂，下見啦，拜拜。